常識科專題研習第3學期，題目感受山河，探討中國南北氣候如何影響北方人和南方人的煮食選擇。今次嘅專題研習係由譚詠琳、黃海瑩同我蔣德善共同製作。第一部分，事實。氣候差異直接影響咗南北兩地嘅農業生產，進而影響了人們嘅煮食選擇。北方夏季氣溫炎熱，乾燥少雨，氣溫可以高達30度以上，例如北京、山東。冬季寒冷，氣溫驟降，常常低於0度以下，甚至出現大雪。北方嘅地區氣候特徵為乾燥寒冷，夏季炎熱，冬天寒冷。呢啲嘅氣候適合小麥生長，因此北方嘅主食以小麥為主，製作各種麵食，例如麵條、餃子等。南方夏季氣溫喺25至35度之間，潮濕多雨。冬季氣溫相對溫暖，氣溫喺5至15度之間。南方地區氣候較為潮濕，全年降雨量較多，氣溫相對較高。呢啲環境好適合水稻生長，因此南方嘅主食係米飯及其衍生品，例如米粉、粽子等。北方人的主食，餃子，用麵皮包割肉和蔬菜，特別是在春節和家庭聚會時最常見。餃子的餡料多樣化，有豬肉、牛肉、白菜、韭菜等。麵條包括拉麵、刀削麵和涼麵等。拉麵以其筋道聞名，刀削麵則口感滑爽，涼麵則適合夏季解暑。包子，發酵麵團包裹着各式各樣的餡料，魚肉、豆沙、菜等，常見於早餐和小食。燒餅，用麵團製作酥脆點心，內餡可選擇肉類、蔬菜或甜味的豆沙，常配搭豆漿食用。北方氣候乾燥，適合小麥的生長。小麥是製作麵食的主要原料，因此北方人更偏向食於麵食。北方人主要以麵食為主，種類繁多，且多以小麥為原料，強調口感和製作技巧。南方人則以米飯為主，米飯及其他商品多樣化，強調食材的新鮮和配搭。這些差異反映了各地的氣候、地理環境及文化背景。麵食在北方的飲食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，經常與家庭聚會、節慶等活動關密相關，象徵着團圓和慶祝。由我譚詠琳去講南方飲食嘅文化，而南方人嘅主食，第一，白米，最普遍嘅主食，配搭各種菜肴，通常以蒸煮嘅方式製作，保持米粒嘅香氣。第二，
糯米用於製作粽子、米糕同埋甜品等。口感黏稠，常見於節日或慶典。三、炒飯將白米飯與肉類、蔬菜炒製而成，味道鮮美，是快速且美味的選擇。第四，米粉。魚河粉和米線廣泛用於湯品，如牛肉河粉和炒菜，如炒米粉特別受歡迎。南方氣候潮濕，非常適合水稻嘅生長。水稻的產量高，使得米飯成為南方人主要的主食選擇。米飯在南方嘅飲食文化中同樣具有重要嘅意義，常與地道的地方菜肴配搭，體現了南方人對於食材新鮮和口味多樣的追求。未來南米北面呢個說法，我們認為依然存在，因為氣候影響着農夫生產和飲食嘅習慣。例如，北方人開始接觸米飯，南方人也開始喜歡麵食，但傳統的主食習慣仍會受到氣候和地理的影響。未來可能會出現新的飲食風格。我覺得今次嘅專題研習令我更加了解到中國嘅飲食文化，南北方主食嘅差異，不僅反映咗氣候嘅影響，還展現了不同地區嘅人生活方式。如北方嘅麵食種類繁多，每一種都有佢獨特嘅做法同埋故事，令我對家庭聚會時吃餃子有了更深嘅理解。我希望能親自製作呢啲麵食，體驗其中嘅樂趣。通過呢次嘅專題研習，我對南方嘅米飯文化有了更深嘅認識。米飯不僅是每天的主食，還承載着很多美好的回憶。南方的米飯料理非常多樣化，每一道菜都有自己的特色，這讓我感受到食物帶來的幸福感。我希望在未來能夠學習更多關於米飯嘅烹飪技巧，為家人做出美味嘅飯菜。這個專題研習讓我意識到飲食文化不懂是食物的選擇，還與我們的生活習慣和社會背景息息相關。南北方的主食差異讓我想到，無論是麵食或是米飯，都是人們智慧的結晶。未來我希望能品嚐更多不同地方的美食，了解他們背後的文化故事，並與朋友及家人們分享這些美好的經歷。最後，我哋三個想分享一下喺杭州嘅遊學團關於煮食嘅部分。喺杭州參觀學校嘅時候，其中我哋喺學校嘅廚房度學習製作糍粑。糍粑係一種南方傳統中國嘅食物，通常由糯米製造，口感柔軟 Q 彈。佢哋常常用嚟慶祝節日或者特別場合。糍粑嘅味道非常可口，有甜嘅芝麻餡，
有鹹嘅竹筍餡，口感豐富，不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承載着悠久文化嘅傳統食品，象徵着團圓同埋幸福。呢次嘅活動不但讓我哋學到製作糍粑嘅技巧，也增進咗同學之間嘅交流和友誼，令我哋對杭州嘅文化有更深嘅理解。喺杭州呢個旅程裏面，我特別鍾意食炒粉絲同埋炸雞米，呢啲食物嘅味道好獨特，令人難以忘懷。粉絲通常係用米同或者豆去做成嘅，口感滑嫩，配搭各種醬料同埋配料。炸雞米非常鬆脆嘅外皮同埋多汁嘅內餡，令人一口接一口。呢次旅程不僅令我哋享受咗美食，令我感受到南方飲食文化嘅特別。每道菜都有佢哋自己嘅故事，同埋佢哋喺本地飲食中裏面嘅重要地位。南方嘅食物常常融合咗唔同嘅風味，從甜到鹹，從香到辣，各種味道配合喺一齊。啱啱過去嘅杭州遊學團，我深刻感受到南方嘅飲食文化。杭州嘅米飯配搭各種清淡嘅菜式，讓我體會到食材嘅鮮味同埋原味。這次嘅旅程讓我明白，南方嘅食物不懂係填飽個肚，更係一種對生活嘅享受。同北方嘅麵食相比，南方嘅米製品更注重配搭同口味層次，每一道菜都有佢嘅故事，讓我重新思考飲食嘅意義。期待未來有更多機會到不同嘅地區交流，體驗更多獨特嘅美食文化。